国际赛事会300亿湾区第48届年会，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开幕仪式特别邀请到神话高中乐队表演，精彩演出，和在场的贵宾掌声不断。长期热心社会公益国际赛事会300亿湾区特别伫年会上举办爱心服务车捐赠仪式，9台服务车分别送予社会团体、学校、商业单位以及动保组织等，充分展现赛事会出钱出力回馈社会精神。请用钱。这次去年会呢，汇集了我们的这个云嘉南所有的师友，我们师友总共有3500多位。那么借由这个年会的期间，让大家能够凝聚大家的师谊，也透过我们今年的年会来帮助大家展现出我们的社会服务成果。那么今年呢，每一个各专区，从1到11专区，我们总共有3-4个分会分区有95个分会，那么有3500多个师友。从去年2025年的这个7月份的风灾，9月份的雨灾，一直以来在北门、将军每个偏乡，狮子会都是第一个救援到场，包含我们政府所援助不到的地方，都由狮子会的师友大家一起来协助帮忙。所以狮子会是一个深入我们的社会，也协助到帮忙我们社会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单位以及家庭。我们从这个房屋的重建以及急难的救助包含这些急难物资的发放每一位师友以及这一些的分会的努力，也造就了我们今年25-26年度狮子会的一些社会服务的成果。来自云嘉南地区一友会贵宾，还有韩国姊妹会354C 区总裁金南亨率团热情参加，超过3500位师兄师姐，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席开350度，场面隆重。本次的年会是我们目前历届以来我们1湾区最盛大的一场的年会，也是为了要让各位师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促进大家的彼此的师子友谊，让大家友谊越深，在外面做的社会服务就会更有力量，因为越团结力量就越大。那也希望借着我们这个年会，可以让各位师友有那个荣誉感跟那个服务心，让各位在社会上可以做更多的服务。那也希望各位广大的民众可以一同加入我们狮子会，跟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台湾变得更好。除此以外，这届大会特别结合台南在地文化，设置特色小食和产品展售，暗演狮子之夜，建议台南bản土文化的呈现，并规划摸彩活动，丰富的活动规划，就是希望让各地师友贵宾有一个难忘的美好回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